職場上最恐怖嘅唔係你冇能力，而係你自以為睇透一切，卻不知不覺變成咗用錢都救唔到嘅高認知窮人。做咗老闆30年，其實我都係由基層做起，做過暑期工、實習生，亦做過各種合約臨時工，所以我非常明白每一個階層嘅打工仔喺度諗緊咩。講真，出面好多常規化嘅臨時工作 （temporary job），純粹係勞動力同薪金嘅等價交換，呢個係冇問題嘅。但係隨住時代轉變，好多後生仔唔再滿足於一份單純嘅 job， 而係追求長遠嘅 career， 佢哋寧願選擇做 slash， 發展多重身份。呢個其實係對新時代嘅一種積極嘗試。一個真正有遠見嘅管理層應該同員工一齊做職業生涯規劃，甚至將彼此嘅關係提升到好似 joint venture 咁嘅合夥人模式，將個企業願景共同放大。當管理者能夠帶動未來，員工自然可以獲得向上流動嘅寶貴機會。但相反，職場上亦存在一啲結構性嘅困局，例如部分資深員工當能力去到天花板之後，容易陷入盲目自我膨脹嘅心態，覺得自己功勞大過天，只睇到公司賺錢，卻忽略咗背後要承擔嘅經營風險。而部分大型機構嘅體制又過於冰冷，缺乏咗人情味。當大家一味埋怨環境，覺得做咩都冇機會嗰陣，其實就好似馬克思主義所講嘅假意識 （false consciousness） 一樣，大家不知不覺陷入咗一種被體制擺布、自怨自艾嘅心理盲區，結果睇唔清問題嘅本質。而呢種假意識延伸出嚟最普遍、最需要深思嘅現象，正正就係頭先提到嘅高認知窮人。呢班人通常好聰明，讀好多書，思維層次好高，理論上完全知道件事應該點樣成功，但係佢哋致命嘅弱點係得個講字，缺乏執行力。每當要真正落手做嗰陣呢，佢哋就會啟動內心嘅保護機制，因為驚失敗、驚無面，於是前怕狼後怕虎，揾100個藉口，賴環境、賴制度、賴資源不足。呢種高認知低行動嘅狀態，會令人一輩子困喺貧乏一生嘅惡性循環入邊。對於呢種執行力癱瘓，往往連實質嘅金錢資助都無濟於事。各位不妨都跳出嚟，客觀審視一下自己或者身邊嘅人，有冇不知不覺間掉進咗呢個心理陷阱度？